啊，过来网络咧传这个就假消息哦，讲双手若有喷酒精，啊要煮饭一定要甲酒精洗掉，因为喷酒精的双手一开这个加速炉就会导火烧起来。过来附一张这个双手烧甲真恐怖的相片，但是敢真正有遮尔啊可怕咧？这到底是真是假咧？当然嘛是假的。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喷酒精消毒双手，防疫期间已经是真侪人例行的工作，但网络上出现这张可怕的相片，这双手严重的烧伤，手半部分嘛烧到乌起，还佫写讲抹这消毒剂去煮菜，结果甲水一开咧，手就导火啊！因为消毒剂含有酒精，要入去厨房以前一定爱洗手。敢讲这个伤痕真正是酒精造成的。不会让它整个造成手的一个浸润这么厉害，造成整个手到这个手臂到这个手臂的手肘位置有这样的一个烧灼伤现象。基本上第一个是烫伤，另外一种的化学灼伤比如说一般的所谓酸性的物质去灼伤。咱请新北市消防局协助做这个实验，准备类似人类批火猪肉，先喷75帕的酒精。倒边是喷去了后，马上接触火源，猪肉马上导火烧起来，烧到酒精烧完，火才欢起。正边是喷酒精了后，停留30秒，让酒精挥发。没有。安怎点拢点袂到，赶快用酒精浓度75帕大洗手，抹起来了后，马上接触火源。虽导火烧起来，但是抹完了后，等30秒，猪肉赶快嘛是点袂到。表示讲，只要等至少30秒，酒精挥发了后，就会当安全煮饭。我们在喷洒酒精消毒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的浓度是不会到达这样子的燃烧的条件，所以大家其实不用过度的惊慌。新北市消防局强调，唔通听信谣言，就唔敢喷酒精消毒。只要确实等甲这酒精挥发掉，就会当安全煮饭。环境消毒使用酒精，嘛都爱伫通风的所在，唔通接触火源。正确使用，就会当确实防疫，搁安全。